打开汉我是谢雷，关于苏州平潭学校的视频，我1年只出1期，这是连续第7年了。切入重点是3个方向：就业单位、专升本去向和报考录取率。所用数据都为官方数据。这个视频送给所有喜爱和关心平潭发展的朋友。首先说家长最关心的就业问题。平潭学校这些年的就业率在98%左右。那么我特地去收集了来平潭学校招聘的单位，念给大家听一下：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、苏州大学交通运输管理运营、苏州旅行社有限公司、苏州畅游导览科技有限公司、狮子林、苏州市偶园管理处、吴江市公共文化中心。那么其实大家不难看出啊，不论是去文化中心也好，还是旅游啊景区，这个和平潭这个专业还是非常贴切的。应该来说是有专业壁垒，就是人家在景区演出啊，或者水上游船演出的，正儿八经要找平潭演员，其他学校是无法和我们竞争这一块的。那么招聘单位还有苏州市评弹团、上海评弹团、江苏省评弹团、吴中区评弹团、苏州市华剧剧团等等。那这些就是比较好的就业方向，应该来说就是吃皇粮了。到了专业的团体里，你可以评职称，可以拿国家类的大奖。这个也是每一个进平潭学校学生的就业目标。还有苏州姑苏园林旅游投资公司、苏州市姑苏区金堂幼儿园、昆山花桥玉花幼儿园、苏州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。那这些就是其他一些来招聘的单位。当然肯定会有粉丝问，这个苏州电视台不是好多主播主持人都是平潭学校毕业的，那电视台会不会去你们那里招聘？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，就是那些进电视台工作的平潭演员，他们都是平潭学校毕业以后从事平潭工作多年，然后再自己考入电视台的，所以并非电视台直接来招聘。就业的方向说完了，接下来说一下专升本的方向。就是读了5年，如果你不选择马上就业，选择再提高一下学历，那么近几年的专转本录取率都在60%左右，60%。那么去哪些学校呢？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修音乐学，这个是挺多的。还有南京传媒学院进修表演，南京传媒学院进修音乐学，南京传媒学院进修文化产业管理，苏州城市学院进修航空服务与艺术管理，航空这块我不太懂。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进修音乐学，盐城工学院进修汉语言文化。那不难看出，其实和平潭学校自己的专业还是很贴切的，不论是汉语言还是音乐还是表演，都和平潭的说学弹唱很贴切。那最后说一下报考录取率，这个其实标题已经剧透了。今年的话是536人报考，录取55人。应该来说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，接近10比1，和往年去年前年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，基本都在10比1。这个也是得益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好，因为我记得10几年前我去考的时候，那时候考的人确实不多，大概就100多个人吧，名额倒有70个，因为那时候是需要学费的，学费不便宜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前3年免学费的，而且学校里读得好还有奖学金，所以说优秀的同学基本上5年算下来，基本上是不需要花什么学费。再加上平潭学校从中专拉成了大专，3年变到5年，学校的档次也提升，考的人自然就多了。最后我相信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，是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